参谋总长施密明伊遗体昨暗为宜兰送到台北三军总病院，现场铺红地毯，陆海空三军机队也有宪兵代表伫咧现场用军礼规格送去上尾这座路。国防部部长严德发嘛提早来到现场，徛伫咧上头前来接灵。施密明厝内人跪伫咧涂骹放声吼，叫伊倒转来。我们来接你。家属跪伫咧涂骹，目屎一直流，来伫叫受难的参谋总长施密明，现场的气氛真悲伤。欢迎总长莅临。乌鹰拔落去以外，8名受难者伫迄暗时对宜兰送转来台北三军总病院。国防部长严德发徛伫咧队伍的头一位，铺着红地毯，陆海空三军仪队甲宪兵代表用军礼迎灵仪式送优秀的同事最后一程。灵堂内底看着几排受难军官的遗像，互人看了足唔甘的。国民党主席吴敦义甲前国防部长高华超拢来到现场。失去优秀的军官，同事拢足唔甘的。一个宜兰负责第一线搜救的陆军团指挥官，接到遗体的时阵，目眶嘛拢红起啊。参谋总长沈一鸣沈上将，我们最敬爱的长官，他的大体刚刚已经上了救护车，然后由夫人及家属陪同。现在正前往送往三军总医院的途中。目前受难的军官灵堂暂时设伫咧三军总病院内底。3号早起，蔡总统到现场念休了后，灵堂就会刷去三军军官俱乐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